比利时众议院的立法者已经提交了一项决议，呼吁其政府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虐待行为定为种族灭绝。周四，萨穆埃尔和弗里恩特两名议员提出建议，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在该地区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包括强制堕胎、强迫劳动，以及将父母关押在集中营的大量儿童转移到孤儿院，构成种族灭绝罪。该决议是与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共同编写。此前，美国政府宣布，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两名议员还呼吁比利时和欧盟当局采取行动来停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来自土耳其两个大学的4名学者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批评土耳其警方强制干预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来自安卡拉哈基百拉姆瓦里大学的伊里亚斯多安教授、阿布多热希德卡尔卢克教授、托夫克埃尔丹和来自卡尔勒大学的查哈泰萨利夫在于2月11日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支持维吾尔人的寻求家人活动。伊里亚斯多安先生在声明中批评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不人道待遇。他说，今天我们对中国的暴行保持沉默，将来就成为我们无法回答的一个荣辱问题。此前，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寻求家人活动的9名维吾尔人士遭土耳其警方软禁。他说，他将对干预维吾尔人的人采取法律行动。中国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员提供早期武汉病毒病例的原始数据。华尔街日报周五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来自澳大利亚和丹麦的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中国当局拒绝向世卫组织调查人员提供有关早期武汉病毒感染病例的原始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调查人员确定病毒如何以及何时在中国开始传播。几天前，世卫联合专家组完成在武汉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当局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供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发现的174个早期武汉病毒病例的原始个性化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帮助他们确定武汉病毒首次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方式和时间。双方因为这些细节的缺乏而发生激烈的争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雷斯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国禁止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提出谴责。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声明，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为由，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被记者问到有关情况时表示，美国绝对谴责中国的决定。普莱斯说，美国呼吁中国和其他权威控制民众的国家允许人民拥有上网的完全渠道和媒体自由。另一方面，香港电台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通报，港台不再转播 BBC 国际频道及 BBC 世事一周。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美国将开始受理被留在墨西哥的难民的申请案。拜登政府星期五宣布，美国政府下星期将开始受理根据特朗普颁布的一项有争议的计划而被迫在墨西哥等候的难民提出的庇护申请。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美国移民官员将在2月19日开始实施一项第一阶段的计划，开始受理那些被特朗普政府纳入留在墨西哥项目人员的申请案。这个又称移民保护协议的项目迫使成千上万的庇护申请人在墨西哥境内等候美国移民法庭的审理日期。移民保护协议的待审案件涉及到大约25000名移民。